大家好，呢一條片係教大家點樣用3個步驟去登記稅務易帳號。第一個步驟係揾返你嘅稅務編號。咁點樣可以揾呢？只要你未登記過稅務易，咁你嘅稅務編號就會喺你嘅個人報稅表格 BIR 60嗰度出現。好似呢一個例子，個稅務編號呢就係001-023-2004。第二個步驟就係申請稅務易通行密碼。你可以 Google search IRD， 然之後撳呢一個 Login eTax Account。呢度有一個位就係申請稅務易通行密碼，然後你要輸入你嘅身份證號碼同埋啱啱揾到嘅稅務編號。然後撳確定。當你嘅申請係獲接納之後，IRD 就會將個啟動密碼通知郵寄到你嘅通訊地址，咁你就可以設置你嘅通行密碼啦。如果你未通知 IRD 你嘅最新通訊地址嘅話，咁你就要填返 IR 表格第6104號，咁 IRD 就會將個稅務易啟動密碼通知郵寄去你嘅新地址。咁如果你冇稅務檔案呢，你就要用 IR 表格第6169號申請開立稅務易。當你拎到個密碼之後，第3步就係登入稅務易嘅帳戶。IRD website 就有一個示範。首先你要撳登入，要輸入稅務編號，然後你要輸入個啟動密碼，跟住就撳登入。當你係第一次登入，就會出現呢5個步驟，就叫你登記返稅務易嘅帳號嘅，咁就可以撳繼續。第一步呢，就係要閱讀條款，要撳本人接納上述條款。第二步就係設定你嘅稅務編號及通行密碼。你可以輸入由8至16個英文數字或者數目字組成嘅稅務編號，又或者你可以唔輸入新嘅稅務編號，沿用返舊嘅稅務編號。咁記住，登記程序一旦完成咗，你嘅稅務編號就唔可以再更改。然後就輸入通行密碼。咁就可以自己輸入8至10個字，咁當中要包括英文字母、數目字、英文字大小寫都會有分別嘅。再次輸入新嘅通行密碼，跟住撳繼續。第3步就係建立用戶資料，你可以輸入一個通行密碼嘅提示，咁就係幫助你去記返你嘅通行密碼。咁因為保安嘅理由啦，咁就唔好用通行密碼本身作為提示。IRD 會因應你嘅要求，就用 email 電郵向你傳送上述提示。你要輸入返電郵地址、日間聯絡電話號碼、手提電話號碼，同埋選擇返你嘅通訊語言係中文定係英文，跟住撳繼續。然後到選擇關於個別人士報稅表的電子通知書及文件，咁你呢度就可以剔返 A 同 B， 除非你唔諗住用電子記錄形式去收啦。如果唔係呢，就正常都會剔返晒，剔返 A 同 B 呢2格。如果你係希望可以用 email 去收取 IRD 通知查閱至稅務易帳戶嘅通訊嘅話，咁你呢度就可以剔返是，咁都會建議你剔返是，然後輸入返電郵地址、日間聯絡電話號碼同埋手提電話號碼，跟住撳繼續。呢一個例子就係如果你唔想收到電郵嘅話，咁你呢度就會揀返否，咁就唔需要填電郵地址。第4步就係核實資料，咁你就核實返你想要嘅新稅務編號啱唔啱咯，你嘅電郵地址啱唔啱，日間聯絡電話號碼同埋手提電話號碼啱唔啱，同埋睇返你所選擇嘅通訊語言係中文定英文。
咁如果你想改嘅話，咁你可以直接喺呢一度撳更改，跟住就撳確定。第五步就係確認，咁佢就會話俾你知你已成功登記成為稅務二用戶，咁就會建議你影翻張相或者抄翻低你嘅新稅務編號係幾多，跟住就撳繼續。喺你登入咗稅務二之後，你都可以喺用戶資料嗰度檢視或者更改你嘅個人資料。你可以喺網上服務部分選擇所需嘅電子服務。最重要嘅係你可以睇翻稅務狀況，咁就可以睇翻你仲有幾多個報稅表格係未交，同埋睇翻有幾多張稅單係仲未繳付嘅，亦都可以睇下有咩電子訊息及提示。咁我講多次網上報稅有咩好處啊？咁你就係可以自動獲延期1個月提交報稅表格。原本你係2025年6月2號或之前你要交 BIR60呢個個人報稅表，如果你選擇網上報稅，咁就會係2025年7月2號或之前你提交都 OK 冇問題嘅。同埋你可以享受預填資料服務。如果你嘅公司已經交咗 IR56 俾稅局，咁當你網上報稅嘅時候，就會有人工嗰個數目，咁你就唔需要再揾翻你喺嗰個年度嘅人工。但係呢個情況係唔一定嘅，因為你嘅僱主有機會比較遲先至交個 IR56 俾稅局。但係如果佢提早交咗嘅話呢，咁你就可以享受到預填資料呢個服務。同埋你可以提交之前可以睇到你要交幾多稅，咁就可以幫你去盡早計劃做呢個 tax planning。